隨住人口高齡化，為咗推動居家安老，2023年施政報告宣布，由財政司副司長領導推動長者友善樓宇設計工作組，統籌跨政策局，制定推動長者友善樓宇設計嘅建議。自2024年2月，工作組就從4大範疇去制定推動長者友善樓宇設計嘅方案。經過廣泛同深入嘅持份者諮詢，工作組喺2025年7月公布最終方案，並透過強制性規定同鼓勵性設計雙管齊下推動方案落實。其中，強制性規定已經透過修訂法例落實，喺8月1號正式生效，標誌住香港喺長者友善樓宇設計上邁出重要嘅一步。強制性規定係可以更好地確保長者安全同活動性嘅必要設計。我哋透過修訂法例實施16項強制性規定，包括13項適用喺住宅樓宇、商業樓宇同埋商住等綜合用途樓宇嘅公用地方嘅規定，同埋3項適用喺私人住宅單位入面嘅規定，以提升長者嘅安全同通達性。喺公用地方嘅強制性規定包括有住宅單位嘅樓宇，其中一個主要入口需要設有自動門，提升通道嘅室內照明度，好似走廊、大堂等，加闊通道同沿途嘅門，並降低門檻，冇咁易棘親。通道嘅地面要防滑，提供較大嘅暢通易達升降機機箱，並喺機箱內嘅表面採用有鏡面效果嘅飾面，咁樣就可以方便輪椅人士出入升降機。主要往來樓梯必須採用低啲嘅豎板同埋闊啲嘅踏板，並裝設雙層扶手。至於喺住宅單位入面，新規定要求住宅單位嘅主要入口必須提供闊啲嘅門同埋低啲嘅門檻。另外，浴室、廚房同埋洗手間嘅地面都要防滑，咁就冇咁易跣親。香港房屋協會位於粉嶺嘅專用安置屋邨項目樂領都會，已經率先採用咗強制性設計，例如住宅大堂主要嘅入口都設有自動門，同時亦提供較寬闊嘅通道，提升長者同行動不便人士嘅通達性同埋出行便利。單位入面，浴室同廚房等位置都鋪設防滑地面物料，營造更加安全嘅居住環境。另外，長者安居樂嘅單位更進一步採用冇門檻或者係低門檻嘅設計，方便長者出入。整體措施希望有助鼓勵長者多走動，保持同社區嘅聯繫。為咗等業界穩妥過渡，新嘅規例適用喺生效日之後入職嘅新建築工程，或者喺生效日仲未獲得屋宇署同意開工嘅建築工程。而現有樓宇嘅改動或者加建工程，除非涉及要入職審批，或者向屋宇署呈交小型工程文件，否則唔使提升標準去符合新嘅規定。至於一般住宅單位入面嘅裝修工程，如果只係涉及維修保養現有設施，例如一換一更換大門、大門門檻，或者浴室、廚房地板，又或者工程範圍唔涉及相關規定嘅設施，例如果洗手間工程只係喺天花板做工程，就唔使換防滑地板去提升標準嚟符合新嘅規定。屋宇署已經向業界發出作業備考，公眾亦可以透過懶人包去了解更多。業界普遍係支持相關嘅強制性規定。我哋認為新嘅規定目的都係推動長者友善嘅建築環境，係唔會對業界同埋市民構成太大嘅影響。就好似自動門咁樣啦，其實而家好多商場同埋公共設施都已經有採用到，喺安裝同埋保養方面嘅技術亦都係非常之成熟。同時喺市面上都有好多符合強制性規定嘅建築用料，就例如防滑地磚咁樣啦，其實已經係非常之普遍，價錢亦都同呢個非防滑嘅地磚差唔多。我哋業界都好掌握最新規定嘅內容，如果市民係有疑問嘅話都可以向建築專業人士查詢。另外，我哋亦都引入咗28項鼓勵性設計，包括11項透過誘因推廣嘅設計，同埋17項建議作業範例。大部分鼓勵性設計都可以獲豁免計算入上蓋面積同總樓面面積，咁樣可以減少發展商為配合設計而可能需要嘅額外成本。除咗為新建私人項目提供誘因，現存樓宇升級都可以受惠。呢啲鼓勵性設計已經喺2025年7月透過行政方式，例如更新作業備考，予以實施。
新嘅作業備考都接納咗我哋業界同埋持份者好多嘅意見，例如咧喺大廈嘅主要入口同埋上落客區上方設置簷篷，喺公用嘅地方設置有蓋嘅行人通道、休憩嘅設施、加設遮蓋等等。呢啲設施都可以獲得豁免計算入去上蓋面積同埋總樓面面積，而且係唔會受到10%嘅總樓面面積上限嘅限制。對於業界主動去提供長者友善樓宇設計，其實起咗一個好大嘅鼓勵作用。另外，發展局同香港綠色建築議會仲有建築環保評估協會合作，喺2025年7月推出自願性質嘅長者友善樓宇認證計劃，而樂領都會就係第一個獲頒發認證嘅項目。樂領都會共有15項長者友善設施達標，例如升降機入面有座位，浴室鋪設防滑地板，水龍頭同門柄採用更方便長者使用嘅長手柄設計等。其實長者友善設計並唔係高深同埋昂貴嘅設計概念，一個安裝喺適當高度嘅燈掣，一道唔需要費力扭動嘅趟門，呢啲簡單但係唔起眼嘅細節，已經可以為長者嘅日常生活帶來極大嘅便利，亦都冇明顯增加額外嘅成本。政府將繼續同各界緊密溝通同合作，攜手將香港打造成長者宜居、安全通達嘅城市。